现代第一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3章。囡仔撒母耳受以利教导服侍上主，当时真罕得有对上主来的信息，无常常有启示。有一暝，以利伫家己的房间得困，伊的目睭已经雾，看袂明。撒母耳伫藏上帝约柜的殿内嘛得困，天还袂光，上帝的灯还得倒。上主叫撒母耳，撒母耳应讲：“我伫遮。”伊就走去以利遐讲：“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”以利讲：“我无叫你倒去困。”伊就去困。上主阁叫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：“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”伊应讲：“我的囝，我无叫你倒去困。”迄阵撒母耳毋捌上主，上主的话还未对伊启示。上主第3遍叫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：“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”以利才知是上主在叫囡仔。以利就甲撒母耳讲：“你搁去困。伊若搁叫你，你就讲：上主啊，请你讲，你的奴仆在听。”撒母耳就搁倒去困。上主搁来徛地，亲像前几若遍安尼叫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撒母耳应讲：“请讲，你的奴仆在听。”上主甲撒母耳讲：“注意听，我要伫以色列人中间做一项代志，互听到的人拢惊一条。伫迄日，关系以利的家，我所讲的代志拢会实现。我有甲伊讲，我要永远审判因即家。伊知伊的囝有犯应该受咒诅的罪，阁无甲因谴责，所以我对以利的家咒詛。以利因即家的罪用生礼祭物嘛袂当得到赦免。”撒母耳困到天光，开上主的殿门。撒母耳毋敢将异象甲以利讲。以利叫撒母耳讲：“我的囝撒母耳。”伊应讲：“我伫遮。”以利讲：“上主对你讲甚物？你毋通甲我隐瞒。你若将伊甲你讲的对我暗藏一句，愿上帝加倍甲你责罚。”撒母耳就将遐个话拢甲以利讲，无对伊隐瞒。以利讲：“伊是上主，上主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”撒母耳渐渐大汉，上主甲伊同在，互伊所讲的话，逐句拢实现。对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知撒母耳确实是上主的先知。上主继续伫示罗显现，上主伫示罗用伊的话启示撒母耳。